文福今日平安。我说平安，我说你明仔早起伫遮几点要出去？咱7点半出发。你7点半毋是伫咧要伫教会吗？嘿嘿嘿，对。我是讲我来你厝遐坐就好啊。哦吼，按哎，了20分来。7点20啦吼。好嘿嘿嘿。，OK，好。好，谢谢。喂，诶，愿你平安。好，时间已经到，咱大声先来祈祷。主必天堂，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也互阮会当搁一届来透过现代科技网络来组织做伙来查考圣经。今仔日阮要查考的是出埃及记第4章。伫这中间，阮也为着这世界的情势来祈祷。阮知伫美国最近有真济的抗争的事件，特别是针对是以色列甲即个巴勒斯坦的代志，也伫加州大学也造成迄个暴力的冲突，有人受伤，也恳求主你下平安的神甲因三个伫地。将你的圣神赏赐阮，明白阮所要领受的教示，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今仔日咱要讲出埃及记第4章啦，吼。咱知影第3章就是摩西去伫迄个山顶领受着上帝的呼召然后是要倒转去伫埃及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吼。当然伫迄中间有旅游啦吼，有拒绝吼。今仔日咱会阁看到其他的伊讲的一寡旅游原因吼。也看到上帝安怎来甲伊说服，也是讲互伊证明，伫迄个看袂到的上帝要安怎有互伊证据，伊会当去甲家己会当相信，佫会当去甲以色列人讲安尼啦吼。诶，啊，咱咧讲甲上帝同行，当然咱得爱先甲上帝的相拄面啦吼。到底是咱去拄着上帝，还是上帝找咱？照圣经的讲法是，毋是咱选上帝吼，是上帝选咱啦吼。所以上帝呼召摩西，伊就来叫伊要倒转去伫埃及来带领以色列人吼。摩西两个疑问啦吼，一个疑问就是讲我是虾米人吼？第二个疑问是问上帝讲你是虾米人？我要安怎介绍你吼？伫伊的呃问题中间，大概是设伫即两个主题顶悬啦吼。然后我一直做爱讲摩西家己有一个自我认同的问题吼，就是讲伊到底是虾米款的人？你是迄边的人，
是别人看伊的穿插，讲伊是埃及人。过来伊要倒转去伫埃及带领以色列人，但到底希伯来人会甲伊当做是埃及人，还是当做是米甸人，还是会当接纳伊做希伯来人？这种对伊来讲是足大的挑战吼。嘿，所以伊嘛家己咧质疑啊，我是啥物人，我有啥物才调，伊是毋是讲伊是伫埃及去用辱甲追杀走去米甸抗野的，有啥物款的才调会当去带以色列人转来啦吼？嘛真有可能是因为伊毋捌上帝所以伫遐问上帝伊嘛毋捌看过上帝也有可能是迄个人咧问迄句话，伊还阁伫个心底，到底啥物人入你来做阮的领袖甲审判官当然嘛是真有可能伊烦恼希伯来人无接纳伊，迄个嘛是代表啦甲伊甲伊质问的迄个人。伊嘛提示讲伊的口才无好口才无好，伊有足侪的问题，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认同有问题啦伊4章开始，伊接续伫第3章13节到22节，继续提出质疑啦当然伊嘛咧讲到迄个提示的理由还是伊即礼拜感冒，可能我会拢会安尼小可介绍安尼好，摩西有4个提示的理由第一个是出来及记第3章11节到12节，伊另外认为家己无有能力来承担这个责任啦第二个提示的理由是3章13节到22节，伊认为希伯来人毋捌伊所咧讲的这个上帝啦毋知影这个上帝的名。今仔日咱所要讲的伫第4章第1节到第9节，希伯来人毋相信伊啦搁另外一个出来及记第4章第10节到13节，伊认为伊讲家己是一个袂晓讲话的人袂当来担当这个责任啦伫经文的分段中间，当然是分2个大段啦对第1节到17节，咧讲到希伯来人毋相信伊啦伫这内底伊也讲到几个无共款的理由讲伊袂晓讲话啦，然后上帝受气了，兴起迄个亚伦伊阿兄安尼第2个段落对第18节到31节啦伊第一记载讲伊倒转去即个埃及的即个过程头去先伊伊的丈人来过世然后伊就咧讲到伊是风吹欠要倒转去伫埃及伫即个代志过来有割礼的问题，过来上帝真正呼召亚伦，真正是咧甲摩西讲尔定。伫第4章27节到31节是正式上帝直接呼召亚伦去迎接伊的小弟摩西的代志。好，咱看上帝安怎甲摩西对话啦摩西伫遐咧讲伊烦恼即个希伯来人毋相信伊伊要安怎来甲因介绍当然伊即个烦恼是介正常啦因为伊家己嘛无介有确定讲伊到底伊是安怎的一个自我认同，伊嘛无介有把握啦无介有把握，所以上帝就伫遐来互伊行神迹啦但是事实上咱做下讲其实是上帝行神迹伫摩西的身上，但是互伊家己去体验你若照过程来讲应该是安尼啦所以上帝来问讲你的手顶个是啥物物件伊就讲一支管一支棍安尼好，这经文咱就无要看啦我后壁就无看经文啦好，所以上帝爱伊安尼做的时阵，用伊的手生太哥变做蛇等这的代志，就是要来互伊知影讲，甲伊讲话即个上帝毋是一个
形象尔定，毋是一个火底烧气氛无烧歹，也是一个声音尔定。上帝是一个真实际存在的能力啦吼。所以伊伫遮，伊就足清楚，上帝佮甲伊问讲：你的手摕什么货？吼，上帝要爱互伊做遮，就是讲爱互伊会当去解决伊心内迄个烦恼。伊讲，若是以色列人毋相信我，毋听我的话，佮讲你将来毋捌对我出现，吼，这是希伯来人看起来是希伯来人的烦恼，其实是摩西的烦恼啦吼，因为伊都还没拄着的啊，所以伊就设想设想，伊即句话内底就已经有3个问题啊。因若毋信我，吼，当然希伯来人毋信摩西的原因有几种啦吼。第一就是讲迄个关系建立，伊本来无啥关系嘛，伊过去是埃及的王子啦，了后伊拍死人了后，去互甲安尼会当讲是有人甲遮白安尼吼，伊就逃走啊吼，逃走伊即马无代无志，对40年后倒转来，讲上帝找伊，啥物人会当相信？伊无迄个关系啦吼。过来伊的身份，伊捌是即个埃及的王子，过来伊捌拍死人吼，咱讲畏罪潜逃啦吼。希伯来人伊无相信，佮讲着即个，伊是走去灭40冬，吼，无缘无故对旷野倒转来，一个各样的人的角色，就讲上帝要爱我来，到底即个上帝是啥物人？你咧讲的是真诶啊假？有存在啊无存在？当然，佮牵涉着讲希伯来人已经伫埃及300几冬，将近400冬的中间，因已经毋知影上帝是啥物人啊。所以摩西才会问上帝讲：我要安怎甲你介绍？吼，这种的问题，拢是摩西伫烦恼的。过来，共款的问题，你讲的上帝我若毋知影，你阁是一个逃难的人，你阁是一个杀人的人，阁一个逃走的人，你即马来是啥物人设立你做我的领袖甲审判官？这40年前人就甲质疑过的问题。过来讲，因有可能讲上帝毋捌显现过啊。迄摩西家己看着，摩西家己讲的吼。即个疑问毋是无出现呢。伫19章，因去到伫西奈山了后，摩西去伫山顶，埃及人都挡袂牢啊！伊伫遐毋知死啊活啊拢毋知影。伊咧讲上帝有存在无？毋知影。无后轮你去做一个偶像，代表摩西的上帝有无？其实以色列人头壳底对摩西咧讲的上帝一直有质疑啦，因为因已经袂记得上帝是生做啥物款的啊吼，所以伊无法度来去传达讲伊所拄着的上帝是真实的，无有证据嘛吼。所以伫这个所在，咱咧讲伊甲上帝的关系就像咱耶稣基督讲的别房的祈祷。迄种的关系尔，别人无法度知影，伊无证人也无证据，所以上帝才会用讲，你的手顶悬是啥物货，互伊行神迹。伫圣经记载上帝甲摩西拄面的时阵，神迹有几若个啦吼。第一个就是咱讲气皮咧烧无去互烧歹，这本身就是一神迹啦吼。伫迄个中间有声音出现，但是无看到上帝啊吼。这种咧证明上帝存在、上帝同在、上帝的呼召啦吼。所以上帝足早就甲摩西保证啊吼，因一定会听你的话吼。到底要安怎听？上帝就伫即个所在就叫伊用棍放伫咧涂骹，即个管仔吼伊就变做蛇吼。迄第4章35节吼。过来伫第4章诶第6节到第9节，就看到伊安那，伊迄个太哥手伸伫迄个盒下，就变做太哥吼。然后佮用一摆，伊就佮好去啊吼。所以上帝用安尼用即种诶宽容，
互伊感受着讲上帝事实是甲伊同在啦。无摩西饲羊饲40冬，伊的管仔捌变过蛇，吼，伊的手也无代无志，佫会伸入去揢出来，就变做有太哥病，吼，佫伸入去揢出来，就会好，吼。上帝要用即种的方式来证明伊家己是存在的，嘛证明互摩西看，伊有能力、有权柄，是上帝赏赐互伊的，所以伊会通伫埃及人面头前、希伯来人面头前，证明讲，你看我有上帝的能力甲我同在，才着安尼来彰显讲，我所讲的上帝是真的啦。当然，伊安尼甲上帝讲袂过了后，伊就开始讲另外一个理由，讲我是一个喙齿无好、袂晓讲话的人啦，吼。中文讲拙口笨舌啦，吼，拙口笨舌吼。台语反正讲我是喙钝的人，吼，喙钝的人，毋是够讲话的人，吼。原文即个字，吼，其实是咧讲辩解，吼，足够辩的啦，吼。咱一般来讲，像阮兜，阮定定咧甲阮兜第二个讲，我讲吼，你以后吼，你以后去读迄个法律课啊，我讲吼，你自细汉就足够辩的吼，徛正王安尼啦吼，迄个摩西就要讲伊的口才无好啦吼，但是事实上，即个字佫有另外一个佫较深的意思是讲，伊袂晓讲吼，拄啊好的话，适当的话啦，吼，袂晓讲适当的话吼，咱说话合宜啦吼，共款伫即个希伯来文的字吼，伫遮吼咧讲的意思是安尼吼，伊无法度是一个讲应该爱讲的话，所以伊烦恼讲哦，我应该爱讲啥物话，我袂晓讲啦吼，这是伊的足大的烦恼啦吼，所以伊毋知影讲即个上帝是赐能力佮赐人口才的上帝，所以上帝伫第11节的时阵，就安尼甲伊讲，表明上帝是赏赐人口才吼，互人会晓讲话吼。耶稣基督嘛捌甲伊的门徒讲，恁毋免烦恼，讲你伫人迄个判官的顶悬要讲啥物话，是够圣神会甲你讲应该爱讲的话啦吼。这就是咱咧讲。先知的责任职务就是安尼，圣神会甲你启示你应该爱讲的话吼。当然真有可能就是摩西伊嘛毋知影啥物叫先知啊，伊嘛毋知影讲要安怎代表上帝，当然伊嘛毋捌上帝嘛吼。所以上帝无爱互伊，佫有理由，伊讲你着去吼。这个是一个命令句、祈使句啦吼，伊讲你去就是啊啦，免佫加讲啊吼。简单来讲就是即个意思啦吼，所以你着去吼，你毋通佫有理由安尼啦吼。摩西讲袂赢吼，就无理由讲无你派人去啦吼。这牧师定定爱讲有一寡人吼，无啥服侍拢讲吼，你叫啥物人啦，能者多劳啦，伊较有能力啊，我拢无能力。咱伫到现在嘛，定定听人安尼咧讲吼。所以摩西无有理由了后，伊就直接来甲上帝拒绝啦！你叫别人去倒，莫叫我啦！你叫啥物人拢会使安尼吼。所以了后，咱就看见伫这14节到17节这中间，看见上帝受气啦吼。上帝对于摩西咧安尼想空想芳咧地时，找各种的理由吼，否定上帝赐恩的能力。赐阮的权柄的即个能力，伊伫迄个所在，上帝无欢喜吼，无欢喜。当然伫迄无欢喜中间，上帝就佫互伊无理由啦吼，讲你毋是有一个哥哥吼。照了解就是讲，伫咧太婴仔的时代吼，阿伦毋是伫迄个时代啦，伊佫较早吼，伊受呼召要成做摩西的助手，成做代言人啦吼。后壁即段话是足重要，特别是咱咧了解先知是虾米款的角色的时阵，即段的话，吼，即段的话会通来
甲咱真清楚讲真做一个上帝的仆人，咧传达信息的人，你着爱安怎做吼？伫这经文内底讲真清楚吼。我用现代中英译本来讲吼，对15节讲，你告诉他该说什么，我会赐给你和他口才，我会教导你们该做什么。他要做你的代言人，替你向民众说话，而你就像上帝一般，指示他说什么。所以意思是讲，先知也是讲咧传达上帝的话的人是上帝甲你启示讲你爱讲啥，你着爱照实讲吼。所以伫圣经里讲吼，你袂当加讲嘛，袂当减讲吼。若无迄种出伫迄个撒旦迄魔鬼的吼。所以这是先知的责任啦吼，职责吼，这是经文内底所咧讲的做代言人啦吼。所以先知做上帝的先知的角色嘛是安尼，上帝交代咱讲啥，咱着爱讲啥，袂当加讲，也袂当减讲。第二摆也伫第7章吼，咱会去看着啦吼。所以上帝是赏赐口才互摩西，嘛赏赐口才互亚伦。其实照安尼讲是讲。亚伦的口才嘛无较够啦，就是讲上帝差派什么人，伊去着会做即款的代志啦吼。摩西的口才嘛无较歹啦吼。我定定爱讲吼，我读即段拢感觉足好笑的吼，因为摩西就足够堪上帝编啦吼。我袂晓安怎啦，我袂晓怎，袂晓安怎，你叫别人啊，我口才无好但是甲上帝都编几部安尼吼。咱真诶时阵嘛安尼吼。我袂晓啦，我毋敢啦，用足侪时间伫遐咧提示咧找理由其实若好好准备，应该当做足好诶服侍啦吼。咱伫摩西诶身上嘛是看到即个部分吼。上帝会指示啦吼，上帝会教导，所以毋免烦恼。你要讲啥，我拄则已经有举例吼，伫即个所在我搁讲者，耶稣基督爱教导伊学生讲吼。你拢掠到伫会堂，伫统治者还是官员面头前的时阵吼，免烦恼要安怎辩答啦吼。也是要讲什么话，因为迄个时阵圣神会教恁着讲什么话吼。所以上帝会同在，会教导，所以你只要尽忠做上帝的仆人，做上帝的册用，做上帝的出口。代言人就好啊吼，所以这就是代言人的责任啦。上帝启示咱讲什么？摩西是上帝的代言人，亚伦是摩西的代言人。那基督徒咧，咱是什么人的代言人？当然是上帝基督的代言人啦。所以咱的行达，咱的讲话，拢着代表着后壁咱所相信的上帝吼，这足重要啦吼。好，伫这个所在关影啦吼。上帝问摩西讲：“你的手中有什么货？”摩西讲：“我的手中有管影吼。”这个管影，上帝伫17节叫伊带咧，因为将来要用伊来行新约，所以这个管影将来有上帝的权柄会甲伊三甲地地，亲像伊进前伫头前，咱咧用管影变做蛇。蛇个变做管影倒转来安尼吼，所以伫遮已经足清楚，即个管影要诚做摩西足重要，带领以色列人证明上帝甲因同在的一个器具吼。过来第10节开始到31节啦吼，咱看见伊来接受着上帝的呼召了后，伊第一项代志是转去甲伊的丈人来告别啦吼，告示啦吼。这是伫第4章的18节所记载吼。咱知影伊伫离开埃及逃难了后，去到伫米甸的所在，伊遐无亲无情，无朋友，无有资源。伊伫遐帮衬着叶忒罗的查某囝，因去互欺负，帮衬了后，因查某囝去介绍讲有一个埃及人吼，甲阮帮忙。叶忒罗就甲请入去因兜，然后就甲伊的查某囝来匹配互伊。这大查某囝叫做西坡啦。伫伊无路通行的时阵，
叶铁罗甲伊收留。啊，这是毋是甲咱即摆咧讲诶入赘，足有可能啦吼。伊毋但是去安尼，带人诶查某囝住伫个人兜，伊搁替丈人来顾养，比如讲，诚做丈人事业诶一个管理者吼，一个管理者吼，工作者安尼吼，真有可能伊就是入赘啊，变做因诶，咱像迄个家仆安尼吼，啊，但是较无共款是伊带伊叶铁罗诶查某囝安尼吼，啊，领受上帝诶呼召，伫迄个所在，伊来过世，啊，为什物过世？圣经较有更较深诶一个看法啦吼，就是讲，好若亲像保罗，伊伫监狱内底有拄着一个人诶迄个奴隶逃走诶吼，伊嘛是爱伊去面对伊诶主人，去甲伊过世，才继续来做保罗诶同伴吼。所以咱知影讲伫过去诶即种诶处理诶方式吼，啊，伊咧伊诶丈人来过世诶时阵，是毋是也有迄个意思？就是讲。互我自由离开，有迄个意思，即也甲有安尼建议啦，就是讲，伫缅甸住落来，啊，基本上有小可亲像已经去做叶铁罗诶仆人，啊，所以伫迄个所在，伊必须爱甲伊过世吼，伊必须爱甲伊过世，特别呢，因为伊要带。伊诶太太甲囡仔离开吼，咱后壁佫会讲即个部分啦吼。啊，较趣味诶是讲，上帝明明着呼召摩西当去埃及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嘛，但是当伊去甲伊诶丈人叶忒罗过世诶时，伊讲诶理由足奇怪吼，伊无讲这哦，伊讲啥？伊讲我要去看我诶兄弟好毋好啦？吼，迄个理由伫后壁啦吼，嘿。啊，是毋是叶忒罗无法度明白上帝来呼召摩西诶代志？咱毋知影吼。照咱所知，叶忒罗是耶和华伫缅甸遮诶旷野诶即个祭司，敢无可能伊会当了解吗？还是摩西为什么无要甲伊讲伊诶呼召？或者是讲上帝叫伊慢请讲，咱毋知影。但是咧伊啦吼，就是讲真有可能伊要带走伊诶查某囝甲伊诶外孙，所以摩西必须爱甲伊请示，请示伊诶恩准吼，安尼才袂有出代志啦吼。啊，另外就是咱讲上帝禁止啦吼，未公开即个代志吼，也是讲咱常常听着耶稣咧传福音诶时，拢讲恁慢请讲咧吼，我诶时间还未到啦吼，等等诶，拢真有可能吼，拢真有可能吼。啊，伫即个所在咧讲着我诶亲人啦吼，亲人吼基本上伫遮较原文较大多数翻译做兄弟啦吼，我诶兄弟啊。到底伊咧讲诶亲人是咧讲规个大族群，包括伊老爸老母甲遐亲情，或者是只是要看伊诶兄弟阿伦伊诶阿兄，咱无法度了解吼，伊即个部分吼。但是咱知影讲，伊就是伫遮咧讲着，伊要转去诶目的是要看伊诶亲人活地无啦，吼活地无，因为伫40当。离开40当了后，因才会受到即个极权的统治，搁特别是摩西逃走，是毋是会危害着伊厝内的人吼？伊毋知影嘛吼，所以伊用安尼的理由去甲叶忒罗讲吼。其实即种的烦恼甲即种情形伫现代嘛足定出现啦吼，比如讲，我伫美国有迄个中国的基督徒的会友吼，因着足烦恼讲，因伫美国信主伫教会内底，会去影响因伫中国的老爸母，因为人会去公安也好啦吼，因遐个官员拢会去来找因厝里的人的麻烦啦吼。我有一个姊妹，就是
本地组织伫家己诶伫中国诶老爸母咧传福音嘛吼，伫迄几年诶中间，习近平开始咧拆礼拜堂啦，逼迫即个基督徒诶时阵，伊就赶紧甲伊老爸母讲吼，恁毋免，恁毋好去教会吼，毋好去教会吼，即摆安尼，恁伫中国安尼会拄着足大诶迄个危机吼。我相信摩西有可能嘛是安尼咧烦恼。当伊导人去到伫缅甸离开埃及了后，因兜诶人是毋是还佫会当好好换地无？就这拢真有可能诶因素之一啦吼。所以咱知影吼，伫圣经诶角度内底咧看，摩西是甲希伯来人当做伊诶兄弟，所以到底即个兄弟是咧讲着伊家己诶亲人，还是咧讲着规个族群？咱无啥了解，但是咱若对整个诶出埃及记诶观点去看诶时阵，嘛真有可能咧指所有诶希伯来人吼，咧指所有希伯来人安尼吼，我想伊咧指伊诶兄弟也好，还是讲指所有诶希伯来人拢无影响咱诶了解啦吼。不过我家己我会较倾向对伊咧伊咧关心的是整个的希伯来人，因为上帝爱伊去转去埃及是要带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出埃及，吼，这是整个的族群安尼啦吼。好，所以伫遮咱大概安尼了解吼咱有看见讲伊会丈人吼，伫圣经讲真清楚，伊的丈人就放手啦吼。伫这放手，当然伫遐讲你会通去，佮嘛甲伊讲吼，你想要杀你的人吼，上帝甲伊讲想要杀你的人拢死啊！吼，这是18节啦吼。所以18节是叶忒就同意啊吼就甲伊来识别啦吼，甲伊识别当然甲伊识别这个伊代表着后壁伊的太太甲2个囡仔，伊拢放手吼，拢放手吼。所以摩西还佫伫缅甸的时阵，上帝就甲伊通知啊吼，这个要杀伊的这个人拢死啊，所以伊时阵会通离开啊吼，是时阵会当离开。吼，所以放手稳准伊去，带着即个伊的太太甲囡仔会当离开吼。这真趣味，就是讲咱嘛会当甲伊想象做一种解放的缩小版啦吼。摩西要去埃及，叫法老王来讨放以色列人离开，吼，这是一个大解放吼，是一个咱讲伫历史中间真重要的解放。但是伫摩西离开叶忒罗的手，带伊的某囝离开，这基本上嘛是一个讨放吼，就是讲伊要搁再需要替叶忒罗顾养的责任。伊会当自由来带伊的某囝来离开吼，这真顺利，咱讲会谈判啦吼。但是伫埃及吼，就无遐顺利安尼吼。好，了后咱倒来经文看到21节的时阵，就看到上帝佮对摩西讲，倒转去埃及，吼，你一定要伫即个埃及顶悬吼。第一届呼召是伫迄个第3章上帝的山遐吼。第二届呼召，咱会当讲是咧甲吹啦吼，咧甲吹。这个地点是伫缅甸吼，19节开始就讲啊，伫缅甸的时阵，上帝就甲伊讲，你转去，要杀你的人拢死啊。21节佫讲，上帝佫对摩西讲，转去埃及了后，你一定要伫迄个埃及王的面头前吼，行我赏赐你去行的逐样的神迹。逐样的神迹，咱照咱读到即个阶段所知的2项，第一个就是管影变蛇，第二个就是手会当变做太哥，佫会当变好去吼，这第二个。但是咱尾仔看去，其实摩西上帝互伊会通行的神迹，毋是讲即2项尔吼。所以
若咧介绍讲是讲上帝的宽屏，毋是有受限制啦吼。好，遐要害伊的命的人拢死去啊，所以就照迄个时间，就带伊的太太甲2个囝来离开吼。而且要讲到伊徛伫啊吼，来倒转去伫即个耶路撒冷吼，而且倒转去伫迄个倒转去伫埃及啦吼。伫遮是咧。徛伫啊，就是讲，咱会去想着讲，耶稣基督嘛是徛伫啊，进入伫耶路撒冷吼。这是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9节到12节，当然伫四福音内底嘛拢有记载啦吼。原始的记载是撒加利亚书的经文出来吼。而且咱顺线要牧师整理一寡徛伫后壁，佮上落尾有一个是迄种驴甲马的即个魂种吼，叫做骡子吼。嘿，要互咱知影，就是讲希伯来人，因基本上因的交通工具是驴毋是马啦吼。所以我有用足侪经文伫遮啦吼。我想即个咱着家己看就好啦吼。嘿，伊有足侪徛驴的记载，对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列王即个什么记嘛有，士师记嘛有吼，历代志下等等的遮吼，拢有讲到真侪的驴的问题啦吼。即个表示咧，甲咱讲就是讲，以色列人呢，因的基本的交通工具就是驴亲像咱过去咱台湾人来讲吼，讲咱的交通工具，你若做田的人，咱的交通工具就是牛车吼。住伫咱三峡的人，咱过去的交通工具，咱常识的可能就是轻便车。咱大概知影迄个咱的生活环境咱所用的，咱就真清楚知吼。以色列人因的所在是无山马啦，无山马迄是外庄的物件啦吼。讲倒转来就是讲，咱若总讲看到人咧献祭用牛用羊，你就会当晓讲遮个人可能是犹太人吼。如果有人用猪咧献祭，这就是外邦人。所以你若去看到迄个圣经福音书咧讲到迄个贵妇神伊讲我要去迄个猪身躯顶，你就知影讲耶稣行迄个神迹的时阵，医治的神迹的时阵，迄个所在就是外邦吼。咱大概用遮个物件去了解伊迄个背景，甲圣经所咧讲的吼。但是伫即个所在士师记伫遮特别有讲到徛驴是因的即个领袖吼，士师是因的领袖吼。一种代表的工具这嘛是为什么耶稣徛驴进入耶路撒冷即个原因啦吼。所以咱大概知影即个背景，就会通了解驴对于犹太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吼。嘿，好上落尾咱就看到讲，我互咱的吼，即个骡子吼即个吼大鼻王叫人叫伊的囝吼，所罗门骑伊的骡子，意思讲大鼻嘛骑骡子呢吼。为什么安尼吼？咱大概去了解讲，既然伫犹太地无有马啦吼，但是伫大鼻王阁有骡子呢？骡子就是马甲驴的混种生落来的动物。骡子家己袂当生后代吼，家己袂当生，因为基因的关系啦吼。好，这代表就是讲，大鼻王咧统治的时阵，外邦的进贡也好，也是讲外邦的文化的物件已经影响着大鼻王朝所以伊嘛叫伊的囝骑即个去吼。即个我特别提啦吼，就是讲伫即个利未记咱看这下骹遮吼，利未记第19章19节，伫摩西的律法中间是禁止这精生男杂落去生产吼，落去生产所以
牧师用即个来做上落尾的结论，就是讲要互咱大家知影，整个犹太人因无有马仔，敢若有驴仔，即个会通讲是大笔伫即个所在佫做一个违反着摩西律法的做法，所以它有一个骡子出现大家互咱知即个背景安尼所以伊受差遣转去伫埃及当然咱知影埃及就是摩西受上帝呼召的目的嘛要去迄个所在来带领以色列人来出埃及安尼好，伫遮较特别的是经文甲咱讲，摩西所带转去的是一个上帝的管仔啦，上帝的管仔毋是讲伊的管仔头前上帝叫伊爱带伊的管仔，但是到伫即个所在，伊则是咧讲着，伊带着的是上帝的管仔，其实两个物件是共款的，但是对伫摩西的管仔变到伫上帝的管仔，即个意思就是讲摩西带有上帝的能力，迄个管仔是变做诚做上帝的管上帝的管伫即个所在，人讲转换啦伫转换互上帝使用，所以伫迄个管仔代表着上帝手势有气力，伊会当行新约伫这中间，上帝嘛甲伊讲，伊要互即个摩西去甲法老王讲的时阵，法老王的心会硬，无要互伊的子民走当然，这是一种讲法啦咱的讲法就是讲，上帝是咧掌握所有地面上所有的人，还是讲思想？但是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咱会当讲是上帝咧先甲摩西注释啦、预告，你所要拄着的法老王，伊的心真硬，为什么？咱对10个灾的时阵，咱则搁来详细讲就是讲法老王认为讲，伊所相信者的偶像神明有才调来甲摩西的上帝来对抗。上简单讲，就是摩西拄转去的时阵，咱后一章咱就去讲着，拄转去的时阵摩西用管仔变蛇，法老王嘛叫伊的术士来做这样代志所以伊认为讲，我有才调甲你的上帝对抗，即种的心态，互伊心硬，无要放手所以因为安尼上帝找伊去，伊就爱尽职来宣扬上帝的话，然后伫遐继续来甲伊伫遐来安尼讲论争啦也是讲伫迄个所在来要求法老王，互伊遮的以色列人会通离开去敬拜上帝安尼伫即个路中的时阵咱伫即个圣经内底有看到甲你的问题啦就是讲即段咱真歹足清楚，也是讲足简单就了解啦咱前礼拜我有小可讲着伫圣经学家的内底，因无法度做定论讲摩西到底有受割礼啊无啦当然讲伊有受割礼啦，迄理由足简单的，就是犹太人的传统，就是第8天囡仔就爱受割礼这是犹太人的传统若讲有的人因就是安尼来相信啦但是若讲无的人因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是讲以色列人伫埃及约了400天，伫摩西入去迄个时阵约了400天，早就已经袂记起上帝是毋是因就已经拢无迄个习惯也是讲因已经学习着埃及的文化埃及人照记载讲，伊是上早来行即个割礼，但是因的割礼方式甲犹太人佫无共款，有的人敢是挂一刀，犹太人是规个拢挂起来所以伫这所在有足侪无共款的资料，也是讲无共款的想法甚至回教、伊斯兰教伊嘛有割礼，但是甲犹太的第8天佫拢无共款。
伫中亚的地区，约略是伫第6到11岁即中间啦吼，咧行角咧啦吼。啊，有诶就是成年礼差不多12岁安尼吼。所以伫缅甸真有可能受到中亚地区诶影响，所以咱真确定就是即个摩西诶囝无受割礼，这是肯定诶啦吼。嘿，啊摩西有受割礼无？咱真正无法度去知啦吼，无法度去知吼。好，摩西出世诶时代，查甫婴仔拢爱受胎死啦吼，是因为割礼会做成婴仔因为疼来哭。甲一般诶囡仔咧哭，迄个无共款咯吼。嘿，啊，是毋是摩西诶老爸母因为安尼要甲伊受割礼？这嘛有圣学家是安尼主张啦吼。但是共款吼，咱搁倒转来讲，这拢无影响到真理啦吼。但是即个内底所讲诶，较属伫迄个文化传统诶部分吼，文化传统诶部分吼，就是讲西坡仔为着伊诶囝来行割礼，咱知影，因为因伫即个中亚缅甸诶旷野，因诶即个行割礼诶习惯，甲犹太人无共款，吼。啊，伫迄个所在发生即样代志，就是有圣神来请上帝使者来，所以伊就甲伊诶囝行割礼，吼。啊，到底几个囝？来照圣经吼，有咱诶了解会无共款吼。圣经是到较足后壁诶时阵，才记载着摩西2个囝诶名。伫即个所在，囝原文是单数啦吼。好。一个啊2个嘛无要紧，因为犹太人通常拢会用大囝来代表伊所有诶囝，迄嘛有可能吼。所以嘛无要紧，就是讲重点是伊伫要倒转去伫，咱莫讲埃及，倒转去是以色列诶族群进前，伊先来行割礼即个代志，咧代表着讲因决心要归纳伫迄个犹太传统内底。这是迄个圣经记载较重要、真正诶精神伫遐啦，所以伊要归伫迄个迄个犹太割礼传统诶内底，亲像上帝甲亚伯拉罕讲，伫你诶家、你诶囝甲你奴仆诶遮诶囡仔、查甫诶婴仔拢爱受割礼，迄个意思共款，是入去伫即个传统，入去伫即个受呼召诶选民诶即个世系内底吼，伊说要表达其实是安尼尔尔吼。另外咱咧讲摩西有说个行割礼无？咱毋知影。另外一个讲无诶一个原因，就是讲因为行割礼了后，伊佫甲血喷伫迄个摩西诶骹啦。咱传统诶翻译是安尼啦吼。但是圣经另外一个新诶翻译吼，有无共款诶看法啦吼。连咪我伫圣经内底会学互咱啦吼。好，啊，到底即个咱讲挂起来包被，即个割礼了后是等伫什么人诶骹啦吼？2010诶学本诶翻译是安尼吼，恁2种拢翻译哦吼。第一个是放伫摩西诶骹，伊讲另外一个翻译诶可能性是伊诶囝诶骹。所以咱嘛足无法度确定啦，因为圣经学家伊嘛无法度解确定吼。但是基本上就是讲倒转来迄个因咧传统内底啦吼，行即个割礼诶目的，就是要来表达讲因即个家庭要归入伫即个希伯来诶传统吼，伫即个用意安尼啦吼。好。所以为什么要行割礼？安尼着解清楚啊吼。还是我惊声音无解好势吼。好，了后咱伫经文中间，咱有看到讲，上帝呼召亚伦啦吼，这是伫出来记第4章27节到伫上落尾31节即个所在吼。上帝照着甲摩西约定呼召亚伦，为什么是亚伦？真有可能伊是因为伊是摩西诶哥哥嘛吼。伊嘛真有可能伫当初时埃及诶希伯来人诶中间
伊是领受之一啦，吼，伊是领受之一，所以去找阿伦，就会当找着下骹的长老，找着下骹的长老，就有法度说服下骹所有的迄笔个人。啊，大概咱咧讲伊即个系统嘛，吼，即整个系统，上帝叫伊出去伫旷野来迎接摩西。为什么上帝要叫伊去旷野来迎接摩西？吼，真有可能摩西若家己入去，若去互拄着，会互人当做外人，啊，会有甚物款的款待，咱毋知影。但是当阿伦去伫外口旷野去甲摩西接入来的时阵，伊就是阿伦所接来的人客，也是讲是因兜的人吼。伫即个内底，咱看见阿伦接受着上帝互伊的呼召，伊就去，伊无亲像摩西安尼讲我袂晓啦，我无法度啦吼，伊就去上帝的山去迎接摩西。好，伊去倒位来传摩西？若照第3章咧讲上帝的山，甲伫即个所在4章27节讲上帝的山，若是拢共一个地点，就是因伫中途，就是西奈半岛上下骹西奈山遐，吼，西奈山遐，伊去遐接摩西，然后甲伊做伙倒转来，真远哦吼，坦白讲是真远的一个距离啦吼。了后，伫圣经就记载摩西安怎说明上帝互伊的呼召，要做甚物款的代志，然后借着阿伦就去调集以色列人的长老，我要说明就是讲，迄个时阵的长老，甲咱即摆长老是无共款的。迄个时阵的长老就是一个族群内底，可能是较年老的、较有经验的，也是做过祭司等等的，因就是咱咧讲的。原住民叫做耆老吼，即耆老因就是遮个即群的人因伫族群内底有影响力的人吼。迄个时阵因也袂介有即个体制啦吼，但是咱知影原始民族大概拢有长老的即种的角色啦吼。好，了后咱就看着讲阿伦来转达摩西的话。就是伫30节讲，阿伦将上帝甲摩西讲的话，拢甲因讲，这就符合着上帝咧甲摩西讲，我要甲你讲啥物话，你就去讲。你交代阿伦讲啥，阿伦就会讲这个上帝甲先知的角色伫这个所在所以30节就真清楚阿伦甲上帝甲摩西讲的话，拢甲遮个长老讲，所以。一个传达，一个传达真清楚摩西就伫即个以色列的长老的面头前，人民的面头前来行神迹，因就相信啦。所以行神迹是一个证明、见证上帝同在甲上帝权柄的，用讲的无效，要行神迹证明所以伫这个所在，因看袂着上帝。嘛毋知影摩西讲的上帝是啥物也是伫倒位，但因就知影因就知影，然后因就上帝来敬拜啦因就明白讲上帝是人民的主来敬拜上帝。好，敬拜上帝若照伫出来及记的精神来讲，敬拜上帝是摩西甲法老王要求，互上帝的人民。离开这3天，咱前礼拜讲离开这3天去敬拜因祖先的上帝，这是一个真重要迄个目的啦伫这个所在咱看伊讲，伫遮摩西就伫遮来传达上帝爱伊做的代志当遮的人民看到听到摩西讲的话。阿伦的传达，然后佮看到摩西所行的神迹，因就拢相信，然后就伫迄个所在跪咧敬拜上帝所以因就开始，这是第一摆
着因祖先的上帝，圣经记载，因祖先的上帝来敬拜的一个记载伫这个所在好，今仔就插到遮啦来有问题无？有要讲无？听牧师的声无好，你加讲看啊。敢有问题要问？无问题是拢听无，还是拢做清楚啊？还是毋知要怎问？有听我的声吼？拢无回应。到底是以色列人甲上帝关系对啦。你讲哪是咧？到底是以色列人甲上帝关系记号哟？对伫阿伯拉罕来讲是安尼啦吼，到底到底是阿伯拉罕甲上帝伊得到迄个囝了后，然后上帝甲伊讲，这以后要成做即个上帝甲阿伯拉罕即个家族的记号所以因就留落来迄个传统啦一直落来尾到底就变做成做一个免怎讲体制顶悬的约束啦其实行到底照伫当初时的即个咱讲考古的研究来讲，是因为迄个卫生条件无好，上帝甲因启示，互因会当维持安尼的一个清气清洁埃及人做到底嘛是即个目的啦中东的人，因基本上因嘛是安尼但是到尾就是对人性的角度来看是特别咱即摆卫生条件好的时阵，咱就感觉讲这毋是一个好的代志安尼啦那照着圣经的记载，伫创世纪是阿伯拉罕甲上帝的约束啦对。佮有无？好，若无，建伟可不可以请你带我们祷告？我们来结束。听无听到？好，还是郭董长老，请你传祈祷来结束。好，咱斗阵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今日暗时主持阮伫你的面头前来读你的话语。主耶稣，愿阮会使学摩西甲亚伦，因担起即个责任，带遮个百姓去一个搁较好、搁较合着你旨意的所在。主耶稣嘛，感谢你，伫早小你的一个暗时。主耶稣，愿你保守阮，明仔载，互阮有一个好的休困，不管是伫心灵还是伫身体。主耶稣，你有讲，得利在乎归，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为安息。愿主你保守阮有一个好的假期，保守阮伫礼拜时会使来亲近你。即是阮要甲阮即两天的生活放伫你的面头前，愿你来带领。安尼祈祷上主你宝贵性命，阿免。免。阿免。谢谢牧师，谢谢国栋。
谢谢，嗯谢谢。